咱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以色列是顺利伫加沙走廊，甲最后一名临时的遗体对哈马斯的手头摕倒转来。总理纳坦雅胡就表示讲，这是国家的成就。另外一方面，哈马斯嘛表示讲，这是因有提供定规，有提供详细所在，嘛有遵守3阶段停火协议。在以色列军方护送之下，警官吉维里的遗体为加沙边境送去伫咧特拉维夫的以色列法医中心。当时已经有民众甲军警人员向以色列致意，以色列的家属总算是得到安慰。以色列嘛度过843天的人质难关。אני חושב שאם רני הייתם שואלים אותו איך הוא היה רוצה ללכת, זה הדרך שלו וזה הכבוד.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认为吉维里遗体倒来是以色列国家想袂到的成就，嘛赞扬美国总统川普。לפני שעה קלה השבנו הביתה את רני גבילי, גיבור ישראל. אין יותר חטופים בעזה. 以色列军方表示，经过仪式、因的情报佮调查清楚了后，才会使伫停火协议之下，加沙的一个以色列控制的军事停火线黄线区的蒙阿堡超吹，上尾有成功吹到。并且伫发现遗体的现场，做伙唱希伯来歌曲，表达因犹太人的希望甲信仰。哈马斯表示，因尽量提供定位，互以色列军队会使摕到吉维里的遗体，嘛证实哈马斯有做停火协议所有的要求。自2025年10月以下有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就一直咧找吉维里的遗体。哈马斯武装派系嘛已经表示提供吉维里大概定位所有的资料予中间人。纳坦雅胡的办公室表示，若是找到佮甲遗体摕倒来，特别重新开放加沙甲埃及拉法的关口。这是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是有限的模式，敢若允准人员通行，无挂货运。以色列有全面安全的检查权。加沙的人刷落来的命运是安怎，并无清楚。二是2个巴勒斯坦少年伫加沙走廊捡柴火，因是一对表兄弟，14岁穆罕默德甲13岁的苏莱曼，刷去以色列无人机攻击身亡。家属表示，捡柴火的所在离黄线区足远。以色列军方表示，部队发现未少恐怖分子过界。公司新闻，黄文连编译。